Ken Sir 咧同大家去講解翻咧電話號碼數字入面嘅組合嘅特質。咁你要注意下以下嘅內容啦，記得睇晒成個短片。未開始講之前咧，先同大家咧講一啲玄學嘅理論先，因為呢啲理論對於大家係好重要嘅。原來咧喺數字上面咧，如果1同6走埋一齊嘅話咧，16就共水中，就當水去睇嘅。如果你個2字同個7字走埋一齊咧，27咧就同火度，就當火去睇嘅。3、8就木為貧，咁3字同個8字走埋一齊咧，就當木去睇嘅。4、9就有為金，4同9走埋一齊，如果單獨淨係4同9走埋一齊嘅話，我哋可以當金去睇嘅。如果數字有5同埋0，所謂50就土居中，呢一個數字一走埋一齊嘅話，我哋就會當佢係一個土去睇嘅。但係你可能會問啦，咁呢一個特質會唔會同你一向所講嘅235701496會有呢個背道而馳嘅問題呢？我今日就係同大家去解釋翻。假如個人第一次入嚟咧睇 Ken Sir 咧，教你點樣咧運用呢個電話號碼數字咧去提升個人能量嘅話咧，就記得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過往咧我拍咗咧超過1400條片咧，就講合到咧點樣運用電話號碼數字能量咧，就幫人提升咧就自己嘅運氣。所以咧，如果你好想咧學懂或者甚至乎想認知 Ken Sir 點解咁犀利，可以幫人哋咧去透過電話號碼數字咧，令到自身能量提升啊，甚至乎可以咧就係上個樣遊個樣咧，就記得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同埋睇翻我之前嘅所有介紹過嘅影片啦。16共水中，27同火度，38木為貧，49有為金。最特質嘅地方就係咧，呢兩個數目字如果一拍埋左鄰右里嘅話咧，佢就會有呢個化嘅情況。咁你可能會問啦，咦？咁如果有人同我算命話我咧用神要用火嘅喎，咁我係咪應該擺個27喺尾啊？有啲朋友會問啦，可能人哋話即係我經過呢個，我透過一啲師傅算命話我一生咧離唔開用土喎，咁我係咪要用5同埋0咧喺自己身上咧？其實你嘅師傅同你做呢個算命喺呢個叫做捉用神嘅過程入面咧，佢係講緊你嘅事業、你嘅人生或者你嘅追求嘅嘢行到呢一個5行嘅話咧，就叫做有運行。亦都好坦白話俾大家知，我亦都係一個八字嘅算命師傅，但係我最致力嘅係推廣呢個電話號碼，幫人提升運氣，幫人哋正確運用數字嘅能量咧，改變自己一啲傾向性嘅習慣，同埋就係一啲諗法或者做嘢嘅做人做事做嘢嘅模式同埋個特質，令到你去追求到你自己嘅夢想。好啦，講翻就係咧呢個27同火度38木為貧呢一堆組合。呢一堆組合當走埋一齊嘅，呢啲數字走埋一齊嘅時候，就會出現咗呢個叫做合化嘅情況。而呢一個合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你隔離咧有冇啲數字令到佢幫助到佢咧去化咧？如果咧譬如舉例27同火度，咁而喺你嘅電話面咧有一個後天數有個9字存在嘅話咧，當你2同7一遇到個9字嘅話咧，咁就27就會合化火。咁但係呢個火會係用喺邊一個範疇呢？咁要睇翻個9字係一個咩位啦。如果你呢個9字係喺你嘅電話號碼嘅第5個位，即係你嘅事業宮嘅話呢，你喺你嘅事業上面嘅話呢，你就會受到某一件27合化火嗰個宮位而影響到你啦。清楚嘛？咁而呢一個特質嘅地方係話俾我哋知，27其實單獨去睇個2，單獨去睇個7，2係代表病星。7係代表咗呢個破壞性。其實如果一個人有病又去破壞嘅話，其實等於係一股怒火或者一個控制唔到嘅火，去不停咁燃燒出去。燃燒在什麼位置啊？如果你個9字係喺事業宮嘅話咧，27合化火而去令到你事業咧產生一個呢個燃燒，會令到你個光芒會強咗。但係呢個強咗嘅光芒會為你帶來2樣嘢，就係帶來咗呢個2，即係病啦、執着啦、迷失，同時亦都會帶來咗7嘅特質，就係破壞啦、重整啦，或者甚至乎會係一啲就係食砒霜毒老虎嘅心態，會成日要想同人搏命啦，想同人要去將一啲事去重組以我嘅標準為啱嘅特質嘅。
所以好多時啲朋友問點解我個電話 number 釘死一定係23570唔用得呢？因為其實呢啲依組嘅數字，如果你係合法嘅話，如果合法得嚟係幫到你事業啊、人生或者你嘅理想可以實現到嘅話，當然一定要去用。但係普遍性嚟講，一般大部分揾我去改電話 number， 或者我接觸到大部分嘅朋友，佢哋嘅要求都係比較係想快見到個效應，同埋盡快去避開一啲災難，同埋避開一啲唔好嘅嘢。所以23570唔係個個人啱用，而喺入面嘅組合亦都有好多千變萬化。喺我嘅課程入面亦都講及過，就係咧，如果你識得揀一個電話號碼14986。呢5個吉數代表咗金木水火土喺你身上嘅話，相對地你已經避開咗好多唔好嘅嘢。有一句説話就叫做啦，趨吉避凶。如果你凡事都淨係識得去趨吉而忘記咗避凶嘅話，咁你就會盲目地有災難嚟到。無論你有幾大成就都好，呢個災難嚟到你係掌握唔到，亦都冇計算在內。你話唔係喎，我係咁嘅人，但係一定會有疏忽嘅情況。相反地，如果你一開始就已經避開晒23570啦，避開咗所有嘅病啦、口舌是非啦，避開咗所有嘅災難啦，或者受呢個朝廷嘅干預啦，因為5係代表皇帝去干預你，或者係政府干預你，或者係呢個朝廷干預你，對於你嘅行業係一件好事定係唔好事？因為你係你嘅專業，你受到其他行外嘅人或者其他人嘅投訴嘅話，對於你係一個災難同埋一個阻礙。7係代表破壞，當然7有冇好嘅地方？7係代表咗呢個叫做突破或者改變，但係呢個突破同改變，你必定係招致有一啲叫做損失嘅情況，先至會有呢個新嘅突破。咁即係你一定要將而家嘅嘢打爛咗佢，而再去重組。0係代表咗外太空，外太空當然係喺五行嚟講就屬金啦，但係佢嘅能量係中性嘅。但係點解會係偏向係一個唔好嘅位置嚟去討論呢？或者23570點解要拉埋呢個0落水呢？因為0係外太空，外太空有幾樣嘢係唔適合我哋人類去運用嘅。第一，冇空氣；第二，冇着力點；第三，冇光線，睇唔清，摸唔透，觸摸唔到。咁你諗下，如果你做一件事，你係睇唔通，冇着力點，冇光芒，或者冇希望，或者甚至乎會偏向咗係一個黑洞，會將你嘅能量會吸走。你喺入面完完全全冇一個掌握無重力嘅狀態嘅話，你覺得你做呢件事嘅成功有幾多呢？對於你嘅人生又可以成就到有幾多嘢呢？所以23570，如果在於任何一個電話 number 嚟講，我一定係先論咗佢係為空先嘅。14986，當然14986入面嘅五行都有相生相克，但係呢個相克相反地，就算有呢個相克出現，但係你起碼冇咗一啲叫做你掌握唔到嘅嘢，因為病你係掌握唔到，是非小人人哋喺後面話你掌握唔到，政府要去干預你，或者呢個朝廷要阻止你做，或者幫你去做，就算幫你去做，一定要俾翻一啲着數去。7係呢個破壞，0呢啲係一啲我哋10隻手指掌握唔到嘅。14986呢個係一個吉數，吉數嘅在於嘅原因就係、第一，佢係冇呢個負能量先；第二，就算入面有相克，你都預期在內。所以學懂點去為自己設計電話號碼係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就算你自己唔懂得去設計，你揾一啲專業人士去幫你去調教，或者去揾一個同你嘅夢想，或者同你嘅理想，或者你嘅事業追求嘅嘢有關係嘅話，咁嗰個效果效應會比你盲目隨手去揀個電話有效果好多。好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隨手去揀個電話，點解有陣時又會有啲朋友又好似行緊好運喎，有啲朋友就揀完之後呢，就衰過做女嗰陣時，或者比以前係更差呢？因為最主要就係其實如果我哋冇經任何外界一啲外置嘅叫做盤算或者係個精密去量度嘅話呢，你就會咧按你當時嘅運氣、當時你嘅人嘅狀態，或者你嘅能量層次，或者你本身喺呢個運程上面會遇到嘅事，就會跟住呢啲數字而去行，跟住呢個運氣嘅能量層次而去行。如果你根本唔識得掌握嘅話，你就會隨運而行。亦都簡單啲咁講，好多人會講一句隨遇而安。隨遇而安係一件好事，但係如果
你個心係安咗嘅，咁啊隨遇而行，當然係好啦。但係如果你本身對自己係有要求、有夢想、有理想、有前面嘅嘢要行去、要達到嘅話，而你係隨住自己嘅運，你唔去為一啲能量上面或者你嘅目標感或者你嘅習慣性嘅傾向去改變嘅話，sorry， 呢啲就只會令到你掌握唔到，或者甚至乎你盤算唔到。咁有啲咩方法可以簡單啲咁去處理啊？你唔好話 Ken Sir 賣花讚花香，我呢10幾20年嚟，我用電話號碼幫人提升運氣，已經係一個好平常嘅事，亦都係幫過無數咁多人，無論提升佢嘅財富啊、感情啊、健康啊、事業啊、點樣教仔女啊，甚至乎自己嗰個積極能量性咧，都會因為我呢一個調教嘅過程咧，幫佢提升。個小朋友唔願意讀書，但係你多幫個小朋友換咗個電話之後，佢又會好主動拿住支筆去聽爹哋媽咪話而去做功課。有啲男女之間係瀕臨呢個分開㗎啦，咁但係當佢改咗個電話之間咧，又發現到好得意地，另外一半咧唔知點解又會好遷就自己啊，跟住就咧大家就如膠似漆，好似初戀咁樣，大家喺埋一齊會更開心。亦都有啲朋友就係佢嘅財富啊，佢嘅事業啊，亦都係在於一個膠着嘅狀態，喺個樽頸位，亦都透過一個電話號碼嘅調教，令到佢事業得以突破，或者去清晰翻、擁有翻嗰個智慧，擁有翻自己嗰個人生方向，或者佢嘅事業方向，或者佢嘅品牌立場，或者佢嘅使命，亦都幫過呢一啲朋友。亦都最近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有個朋友佢要我同佢改咗個電話號碼，係為嚟咧提升佢嘅叫做財運。咁我問佢咧係正財定偏財，佢話都冇問題，總之財運提升。當佢去幫佢揾咗一個電話號碼之後咧，佢竟然話俾我聽，佢亦都係一路不停去做緊一個動作。我每次買落彩就話俾我聽，跟住中咗又講俾我聽，佢都唔知中咗3次定4次嘅六合彩。嗱，不過我講明先嚇，都要你本身條命或者你本身擁有嘅信息能量有呢啲偏財啊。如果你唔好求其咗嚟問我，就係可唔可以幫我去吹六合彩啊？好直接講句，答埋你心目中嗰個問題啦。如果係可以吹六合彩或者吹呢個偏財嘅話，我自己都吹先啦。最主要嘅原因都要睇翻你係咪呢個時段，係咪呢一個能量，幾時去擁有呢啲叫意外之財。好啦，順帶最後一樣嘢都要提一提嘅，改變一個電話號碼，第一件事你有幾順，第二你有咩人生目標，第三你自己現在係乜嘢嘅能量。如果你話要去幫你增加財富，我一定會問一樣嘢，你嘅工作，如果你只係一個，唔好介意咁講，你係一個打工仔嘅話，你每個月係定額收錢嘅話咧，你除咗去投資買股票買六合彩呢啲意外之財之外嘅話咧，其實係唔可以幫你增加到財富嘅。如果你係做一個銷售人員啊，自己做生意啊，或者係你自己有唔同嘅投資投機或者係呢個工具去幫你增加財富嘅話咧，咁去幫你去推動呢個財富事業咧係容易好多嘅，清楚嘛？如果大家真係好想去，第一，如果你想改電話號碼去幫自己嘅際遇運氣提升，仲有最重要嘅就係你嘅心態提升嘅話，可以同我聯絡。第二樣嘢，如果你係即係我講到咁神奇，如果你覺得你真係你好想去探討或者研究或者甚至乎擁有呢一套嘅電話號碼星運嘅技術嘅話，你可以喺下面留言去話俾我知你好想學懂。咁我會有一個網上嘅課程嘅資料去俾你睇，或者你可以直接去直接啲咧，你好想你自己學懂嘅，亦都可以透過咧片尾嘅聯絡方法咧，去諮詢翻咧 Ken Sir 點樣可以參與到我呢個網上課程。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只要你上到網咧，都可以學習到，甚至乎你學咗咧喺當地幫人設計電話號碼咧，都無任歡迎嘅，因為 Ken Sir 絕對係當你係成為一位師傅咁樣去教導你哋咯。無論你係想睇完呢一個影片咧，你好想咧 Ken Sir 咧為你去設計一個電話號碼咧，心想事成嘅話咧，你可以透過片尾嘅聯絡方法咧，就聯絡翻 Ken Sir 啦，可以嗎？又或者咧，無論你係想問課程啊，定係想我幫你設計，透過 WhatsApp 同埋微信可以聯絡到我啦。下一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